寒流来啊，全台湾这2天拢是零零奇奇，这对养殖户的影响也真大。台南到担有2社咧饲的沙巴鱼也未收成，即马去拄到大寒咧来，渔民是赶紧围布棚牵地下水来捞，希望保护这鱼仔袂去寒死。 沙巴鱼伫水面喷来喷去，工人准备要甲牵起来。不少渔民早前因为烦恼寒流影响，赶紧拼要收成，已经心血乌有去。不过根据统计，台南有2成的温子也未考温啊，但要放过冬。渔民讲，因为鱼仔到时计销会较好。无意外，这礼拜中央气象署发布21个县市低温特报，因赶紧大布棚来预防鱼仔被砍折干死。地拢牵咧水道，牵咧地下水哦，来斗咧，互鱼仔较互清水哦。 较袂寒啦，啊，阮地拢围啦，啊，若拼会过着安尼，拼袂过地无法度啊，地较要拍算看要安怎啊？讲要降到剩12度以下吼，惊喜又寒着，所以阮就提早掠起来安尼。唔敢若沙巴鱼受到这波寒流的影响，连饲粉药的人嘛真头疼，因为大部分饲粉药的会兼饲一寡沙巴鱼，通食水内水藻。渔民指出，温度来降到10度以下，鱼仔就开始死，因烦恼鱼仔死伤济，水藻小连续大量生，惊到时粉药对咧害惨去。 地风也开始放一寡沙巴拉做工作，原来沙巴拉叫寒死以后，遮死藻无人通清理，所以会造成死藻吼大量生出来会去砍着枫叶的死亡，这是阮枫叶上较惊的问题。通报各区公所及渔业团体，加强巡查渔民状况，并通知里长协助提醒渔民，如发生渔损或有需要协助的地方。 可透过各区公所定时回报市府。为了掌握旱害状况，农业局表示，因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，那提醒农渔民要随时注意天气变化，提早做好预防措施，让财产损失更加上低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